今日想同大家講下催眠。催眠並非神秘嘅法術，而係一種較深嘅意識狀態，就好似於臨醒前嗰種半清醒嘅放鬆感。進入催眠狀態嘅時候，大腦會更容易接收正向訊息，有助於舒緩壓力、釋放情緒，並打破根深蒂固嘅負面思維。每個人都有被催眠嘅能力。只要願意敞開心扉，便能夠重新連結內在，揾返嗰個最真實嘅自己。無論係改善睡眠、戒除煙癮、建立自信，甚至面對情緒創傷，催眠都能夠成為你溫柔前行嘅支持。每一次催眠都係一次同內在自我深層對話嘅機會。若你對催眠感到好奇，歡迎隨時 DM 留言，俾我哋一同踏上呢段探索與療癒嘅旅程。